今仔日大代志就是要来关心的是，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是牵涉到经花城案，即马已经羁押超过1档的时间啊。今仔日伊甲律师见面了后，已经同意交保，而且民众党也伫网络来招支持者，下晡1点的时阵会去甲郭文德甲接出来。来看台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现场上新的报道。 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咱现场是会当看到4周是已经拢有这围栅围起来。另外伫咧另外一边嘛会当看到有一寡郭文德的支持者也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咯。 台北地方法院伫咧审理经花城案，初五是裁定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通以7000万新台票来交保。郭文德律师陈清源在今仔日早起要去到台北看守所来办理律见了后，律师是有甲郭文德说明这各种交保金的来源。郭文德嘛同意讲，后续会由伊的看守单陪期来处理这交保的程序。 郭文德已经因为牵涉到这个经花城案的代志，目前经经过台北地方法院羁押是已经超过1年了。目前郭文德是答应讲交保，然后伊的看守单陪期，嘛伫今仔日早起9点45分的时阵有出门了。另外，民众党的党中央嘛有伫咧面册顶悬要招支持者，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来接郭文德登去处理。为着要来维护这现场的秩序，也佮有安全的问题，所以台北市警方嘛表示讲，目前伫咧现场已经有40名的警力来执行勤务，另外也有比40名的警力来待命。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曾俊佑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的连线报道，再来甲镜头交登去互主播。